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蔡美慧这篇论文的几个重点：预备交通过程引发生死话题的严谈机制。82岁的林先生，因为最近感觉头晕、心肝头拔拔，去看家庭医学科的医生。医生除了甲伊问一寡健康的问题，佮问真济伊厝内的代志。问到尾啊，医生画出一张家族谱的图。为什么家庭医学科医生遮功夫问这些个人的资料是要创啥？原来，医生是想要了解林先生家族是毋是有啥物遗传的疾病，比如讲，伊的老爸甲第二个小弟拢是因为糖尿病过身。那安尼，伊要得糖尿病的机会就较悬。虽然林先生的太太已经过身啊，伊即马和后生新妇做伙住。表示讲伊的家庭资源袂歹，毋过伊目前有2个后生查某囝也未嫁娶，嘛拢无食头路，互林先生感觉真恶杂。所以讲，对家庭医学师来讲，了解病人的心理甲社会心理的状况，是因评估病人健康的重要资讯。要画出病人的家族谱，首先就要知影有偌济家族成员。这张树仔是安怎拓新的顶悬的树枝是啥物时阵烂去、歪去？要甲病人问厝内亲人生死的资讯，对无经验的少年医师是一种挑战。比如讲，有当时咱就会听到实习医师安尼甲病人问：恁爸爸妈妈敢死啊？恁爸爸妈妈敢搁活的？这种问法，互人感觉足硬硬，敢若咧咒詛人死。所以，研究人员想要了解的问题是：资深的家庭医师咧问病人家族谱的过程、家族成员的出生甲过身的资料，一般来讲是安怎呈现出来的？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台湾南部某一间医学中心15个家庭医师为49个年长者问诊的对话，年长者的平均年岁是75岁、76岁。研究人员将医生为病人问诊过程的对话甲录起来，然后针对对话过程有出现家族成员的出生甲死亡的资讯，做进一步的分析。比如讲，这段对话的过程。阿伯，你今年几岁？82啊。啊太太咧？过身啊，2天前中就过身啊。啊，你囡仔有几个？2个后生，2个查某囝。敢拢嫁娶？大汉后生甲查某囝，啊尾仔2个也袂啦。生几个？大汉的2个，第二个1个，啊拢查某的啦。啊爸爸妈妈身体安怎？就早就拢转去啊。啥物原因转去的？老爸是糖分的问题，老母是肝生歹命啦。这段对话的过程。青色的部分代表病人的家族有炭院的成员，紫色的部分是家族成员的死亡凋谢。接落来，研究人员分析这个出生甲死亡资讯出现的时阵，医生是安怎问问题？医生是讲啥物话来引导病人讲出这个资讯？问出生的资讯。上界直接明确的问法，就是用生这个词，你生几个囡仔？第二个明确的是用有，你有几个囡仔？上界无明确的问法，就是拢无用到生有这2个词。关于死亡的资讯，上界明确直接的问法是用死，恁爸母敢死啊？第二明确的问法是用较婉转的讲法，过身转去。恁爸母敢过身转去啊？上界无明确的问法是拢无用到死，也是伊的婉转词，过身转去。研究人员分析的结果是安尼：医生问到新的话题，
拢是直接用生有这两个词，利用几约是46%、49%，但是讲到死亡的话题，从来毋捌有医生直接用死这个词，会用到较婉转的过身转去嘛，干那14%左右。会使讲大部分86%的医生是拢用上介间接的讲法，比如讲伫这个对话，讲到生这个话题，医生直接用生有这两个词问，生几个，还是讲囡仔有几个？但是要引导病人讲到死亡的话题时阵，医生拢无用到死还是过身这两种词。伊是用上介间接的方法。太太今年几岁啊？爸爸妈妈身体安怎？为什么会有这种问生不问死的差别呢？研究人员认为讲，医生会直接引发生这个话题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子孙满堂，这对于台湾人来讲是代表一个人一生的上大的成就，而且对顶一辈的人，因为因大部分拢有结婚生囝，所以生的话题会当直接甲探问。死亡虽然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拄到的代志，因为伊总是会引起咱一寡较激动的情绪，或者是负面的反应。所以大部分的文化拢将死亡当作是一种禁忌的话题，避免讨论这个话题。毋过对家庭医师来讲，引导病人提供过往亲人的资讯是一定爱做的代志。这个研究对咱少年辈的家庭医师的帮助，就是讲，医生若需要引导病人讨论死亡的话题，根本无需要用到死，也是过身、转去这种较直接的讲法。因只要问到亲人的年纪、健康，也是敢有带做伙，往往这个话题就引导病人讲到相关的死亡资讯。因为这个问题拢是预设病人的亲人是在世，若讲已经过身啊，病人自然就会甲医生讲好清楚。这种问家族谱的沟通技巧，研究人员就甲合作直言生不言死，问生不问死，问死者相关性来探路。